继续来看高雄医学大学一个医学生到台中实习，为着要赚生活费，是兼差来走外送，结果互一个啉酒开车，阁无驾照的甲弄死。男大学生的爸爸真痛心，质疑这台中到底有适合互人住无？面对外界的质疑，市长罗秀燕强调讲，台中市一直拢咧抓啉酒开车，拢无放松过，而且这个取缔的件数，伫咧6都嘛拢是排第一。台中市警察局嘛为今仔日开始连3天，要针对啉酒开车加强处罚。台中到底能住人吗？台中还有交通安全可言吗？台中的人知不知道说酒后不能开车？讲的每一句拢是对台中市的交通安全操心背叛。台中搁发生酒驾，即便牺牲的是家己的宝贝仔囝，走外送却无驾照啉酒赛车的人弄死，姓陈的查甫大姓的爸爸，到即马也无法度接受，辛苦栽培幼稚大汉的囡仔，就安尼离开世间。还是有少数的民众心存侥幸哈，那然后来这个酒驾造死哈，这是非常不应该哈，法理不容。酒驾车祸发生后上班日的头一天，台中市长罗秀燕出席公开现场，强调台中市府加强执行酒驾处罚。所以以去年113年全年度的计算哈，我们取缔的件数高达7000件，是6都最多。可是可能到中南部的时候，他们是不是就觉得说，好像比较没有关系，就比较随便了。就算加强处罚，面台积期酒驾情形同款发生。2024-23月高中生无驾照酒驾自动造成一死，同年10月玛莎拉蒂驾驶酒驾造成一死。12月有10人因为酒驾时连续弄到几辆台车，造成1死3伤。今麦阁发生医学生去酒驾弄死，这个情形敢无在调改变？发生重大酒驾事故之后，除了指派警察进行交通的拦检之外，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防堵防治作为？还是要期待说执法力度继续加大，能够杜绝所有的酒驾的潜在的可能性。那入面台拢呼吁市府爱注重酒驾事件团进行。台中市警察局讲，为今仔日开始，是连续3天执行酒驾大执法，除了加强处罚，嘛强调对啉酒赛车的人绝对袂放烟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